主后2024年2月16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上帝同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士师记》第5章第1节到31节。迄日，底波拉甲阿比拿安的囝巴拉唱歌讲：以色列中有领袖带头，人民甘愿牺牲，恁着称赞上主。君王啊，着听；统治者着压耳孔听。我要向上主唱歌，我要唱歌称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上主，你对西尼出发，对以东的地前进。迄时，大地摇绝，天变水，云落大雨。众山伫西奈山的上主面前动摇，伫上主以色列上帝的面前摇绝。伫亚那的囝珊迦的时，伫雅億的日，上帝无搁对遐经过，旅行的人活去行小路。以色列农村扒园，拢无人住。到我底波拉起来做以色列的老母。以色列更新的神明，战争就来到因的城门。迄时，以色列4万人的中间，看袂到盾牌甲枪。我的心意向以色列的领袖，意向甘愿牺牲的人民，恁着称赞上主。骑白色驴马的，坐马鞍的，旅行的人，恁拢着报扬。唱水的所在，有唱歌的人的歌声，因伫讲起上主公义的所做，就是伊解救以色列农民的作为。迄时，上主的子民落去到城门欢呼。底波拉着兴起，着醒起来，着唱歌。巴拉着起来，阿比拿安的囝，着掠你的俘虏来。迄时，所剩的贵族落来，上主的子民亲像勇士为我出征。对以法莲来的进入山谷。缀伫便雅悯支族的后面，有领袖对马吉落来，有指挥官对西布伦出来。以撒迦的领袖甲底波拉做伙来。以撒迦缀伫巴拉后面，甲伊做伙冲入山谷。路边心惆无决断。因是安怎留伫羊巢，听顾羊的人分聘仔？路边心惆无决断。迦得住伫约旦河东边，但是安怎留伫船顶？亚设停留伫海边，安居伫港口。西布伦是拼命毋惊死的人民。若有他日伫战场，嘛是安尼。君王拢来参战，迄时迦南诸王伫米吉多水边的塔纳交战，毋过无抢着阮。星神嘛对天参战，对因的轨道攻击西西拉。基顺河甲因冲走。基顺河的水强搁大，我的心啊，着奋勇前进。勇壮的马奔走，亲像竹飞；马蹄的声亲像雷，遐尼响。上主的使者讲：着咒诅米罗斯，单咒诅遐的住民，因为因无来帮赞上主。无帮赞上主攻击对敌。基人希伯的某雅亿，比所有的妇人人
较通学老，比住伫厝内的负责人较通学老。西西拉讨水，雅液互伊牛奶，用贵重的盘芳试入互伊。雅液手提起仔，正手举工人的推仔，讲西西拉拍碎伊的头，插烫伊的鬓边。伫伊的骹前，西西拉立落去倒直直。伫伊的骹前立落去袂振动，西西拉伫遐立落去死去。西西拉的老母对窗仔看出去，伫窗仔边哭哭相讲：是安怎伊的战车还袂转来？是安怎还袂听到车轮的声？伊聪明的宫女回答伊。伊嘛家己安尼讲，因一定是伫分战利品，逐个勇士分着一两个查某囡仔。西西拉一定分着彩色的衫，彩色绣花的衫，两领彩色绣花的衫，铺伫颔棍做战利品。上主啊，愿你的对德拢安尼袂亡。愿听你的人亲像日头出现光影影，以后迄个地区太平40年。上帝同行，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时，总是会欢喜，搁大声唱胜利之歌，用安尼学了上帝，将胜利的荣耀归互伊。当咱伫任何代志有成就的时，是毋是也记得迄是上帝的带领，搁将荣耀归互伊咧？以色列人伫几若场战役以后，因为经历上帝同行，就征战得胜，所以用即首诗歌来学了上帝。女士师底波拉和巴拉安尼唱讲：上主的使者讲，着咒诅米罗斯，逐人咒诅遐的子民，因为因无来帮赞上主，无帮赞上主攻击对敌。咱对安尼通知，以色列人原本无军队的编制，是为着征战才自愿将军，而且上战场的大部分人并毋是专业的征兵。换一句话讲，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关键是上帝同行，毋是靠人的能力。对示外中也当看到大支派回应的情况，有的支组征战勇敢，一心军队；有的支组意见分歧，踌躇不定；有的支组冒险舍命，伫沙场拼命奋斗；有的支组低微参与，家己住伫约旦河东边，但是安怎留伫船顶？阿瑟停留伫海边，安居伫港口。以色列人民拢有听见上帝要同行的应允，毋过大支族的回应却拢无相同。当咱听见上帝呼召的时，通常会安怎做回应呢？是随时接受，还是踌躇观望，迟迟袂当做决定呢？当上帝甲咱同行，咱是毋是有够额的信心回应呢？或者是咱还咧等待搁较侪的证据、搁较有利的消息和搁较好的条件，感觉胜券在握以后，才决定采取行动呢？若是安尼，咱不过是用家己的判断做决定，毋是倚靠上帝的同行前进。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要件，不在伫是毋是准备充分、资源够额、兵力充足等等，反倒是在伫
敢有上帝会同行。当上帝甲以色列人同行，因就征战得胜。就算面对迦南人千军万马的精锐部队，上帝也互以色列人征战得胜。若毋是上帝同行，就算以色列拥有精锐部队，也无拄拄会得胜。相反，当咱总是期望万事俱备才要行动，这往往忽略上帝同行的带领。以色列经新的生命，战争就来到因的城门。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，就互迦南人统治和奴役，总是当因回心转意，拍开心门，将主权交予上帝，互上帝甲因同行，上帝就将超越人所会当想象的恩典加倍赐予因。当以色列赢过残酷暴虐的迦南王亚宾，甲伊消灭以后，就经历40年久的太平。愿咱也会当坚定信心，甲上帝同行，互上帝带领咱进入伊所赏赐互咱应允之地。默想，当我拄着挑战的时，是毋是体会到上帝同行？伫我拄着挑战的时，是毋是体会到上帝同行？咱来祈祷，成就应允的主，感谢你乐意甲我同行，搁接纳我的无成熟，乐意陪伴我成长甲更新。当我面对挑战的时，求主帮助我，互我看见你一直甲我同行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